就是在黑暗中闪烁。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在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的环境当中，他首先创造了光。我们生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我们发现有许多人性的黑暗，但是也在这样子的黑暗当中，看见了许多的盼望。今天我们读了弥迦书，弥迦书反映了主前8世纪那个非常黑暗的一个时代。在弥迦书里面，先知弥迦他这么说，他说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跟地方官员欺善好恶，他们是怎么样的欺善好恶呢？他们剥人民的皮，并且在他们的骨头上，把他们骨头上残存的肉都还给剔掉。哇！我想煮过排骨汤的那些妇女们、妈妈们都会知道怎么从骨头去剔肉啊。那个时候的宗教领袖跟地方官员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又说，官员在执法的时候收受贿赂，祭司呢，他在训诲的时候，在教导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使命，他不是为了上帝的托付，而是为了自己口袋里的那些酬劳跟满足他的肚腹。在当时，从上到下屈枉正直。弥迦书里面写说，在那个时候，这一些人就是用血来建立西安，用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无论是西安还是耶路撒冷，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们都是代表象征了整个以色列群体，就是信仰的群体，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本来是要活出一个可以在地如在天，可以彰显、可以见证上帝慈爱、怜悯、公义的信仰群体。但是我们看到在弥迦书里面是怎么记载，根本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以色列除了自己内部的问题，他们还有国际上的问题。他们就像是一颗随时要被牺牲掉、被摆布的棋子一样。然后弥迦书里面，先知弥迦还说，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算。他们不明白上帝为何定义要让他们灭亡。他们不了解上帝为何要让他们像个待产临盆的妇人这样子忍受生产的痛苦。他们不明白，他们也不想明白，然后依然自欺欺人的在自己好像是上帝的选民，在那边自我感觉良好。他们完全不听先知的劝告，最后终于他们果然经历了国破家亡、被流放的痛苦。在无止境的黑暗中，上帝借由先知弥迦，他应许，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咱来看旧报后壁面，这是用台语，台语的经文，咱来读第20到第30节，第20到第30，比甲第5章第20到第30，咱做伙来读，请。你的他，你的犹大在下有罪谁？六节对你压算，第一切有干花罪加完叶文王对国炸对你好求护，所以也就因高对耶，到现在不是人是命，一是伊所说的压力被够了为以色列。华语的经文我再念一次，第2节到第3节。伯利恒的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交给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孩子，那时他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最终我们知道，以色列国破家亡、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在以色列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痛苦，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生产的疼痛之后，
他们总算等到了他们殷切期盼能够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弥赛亚。但是这位象征全能尊荣的弥赛亚，他却不是骑着白马带把刀驾云降临啊！他不是大家众人所想象中的威武勇猛的君王，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呢？他是一位出生在小小的伯利恒城，他是一位完全无能为力、躺卧在马槽里的婴孩耶稣啊！哇，那个时候2000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是上帝的子民第一次的圣诞节哦。第一次应该是要振奋人心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却跌破了众人的眼镜。而且刚才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经文里面还说，先知的应许还说，这样一位小小的婴孩耶稣，他还能将不敬虔跟敬虔的子民，甚至是未信的人都合成一群，归向耶和华上帝。这对上帝的选民来讲，非常的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样的一位小小的婴孩耶稣，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能力？他们更不可思议的是，凭什么那些刚硬悖逆的人还可以得怜悯？凭什么那些不洁净的外邦人还可以跟我们这群圣洁的子民和在一起？然后最让他们匪夷所思的是，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子民好不容易从世界分别出来了，我们好不容易分别出来了，然后呢？然后上帝最后竟然要再把我们跟他们的和在一起。弟兄姐妹，不要说主前8世纪在弥迦先知弥迦那个世代的人听不懂先知弥迦的话，也不要说2000多年前那些经历好几代流亡、经历多次生产痛苦的以色列子民弄不清上帝的应许。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现在，我们也一样充满了疑惑跟难堪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许多的彷徨跟无助。许多人我们在座的许多人从20世纪跨越到现在21世纪，环境的压力不曾消失，人与人之间的误解跟冲突也不曾减少。许多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压得大家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特别在台湾跟当时候的以色列一样，国际局势的走向一直是个巨大的未知数。我们看着世态炎凉，我们就好像那临产的妇人一样，待产的妇人一样，我们只能呻吟、哀嚎、忍受痛苦，然后无计可施。我们完全不晓得上帝啊，你到底是在演哪一出戏啊？上帝，你今嘛到底是在播多一出啊？看拢无。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而言，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已经不晓得经过多少年的圣诞节。绝大多数坐在这里的人，我们相信，牧师相信，都是已经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命做王掌权的，并且尽心、尽性、尽意定义要敬虔、爱主、服侍主，我们要成为一个这样子的基督徒。但是如今我们面对这么多不堪的生活环境，圣诞节对我们而言该有的怎么样的期盼呢？我们是不是过了这么多的圣诞节，到如今我们可以多少知道上帝的意念跟筹算呢？还是像弥迦书里面所说的，又或者是像2000多年前那一些期盼弥赛亚的上帝的选民，我们仍然摸不着头脑，我们仍然不知道以马内利的耶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以马内利的耶稣，婴孩耶稣到底带给我们生命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真的明白吗？甚至可能还有些人满怀着愤怒、疑惑，对圣诞嗤之以鼻。如果我们拆下霓虹灯，挪走圣诞树，
取消所有的圣诞礼物跟大餐。牧师要在这里再跟大家挑战一次，特别是年轻人啊，很多年轻人，圣诞节还是圣诞节吗？我们还会怀抱欣喜盼望的来过这个节日吗？来为耶稣庆生吗？我们的生命里的那个光，是不是一不小心就消失了呢？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次，我们读第4节到第5节，咱看今仔日的经文，继续咱来读第40到第50节，请咱做伙来读。你要听我做耶和华的管理，甲伊的上帝耶和华为耶的名，来赐伊的恩惠，因为安尼徛起，伊要做大，报对的好，这个要最大的平安。这是先知米迦来临的话，我用华语再读一次。弥迦书第5章第4节、第5节，他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上帝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从代降节一开始，从代降节的第1主日一开始，我们依序由各团契的会长。代表所有的弟兄姐妹依序上前来点燃代降节的蜡烛，直到今天的基督之主。每一位团契会长带着1年来在各团契当中的委身的痕迹，带着团契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悲伤与欢喜，带着团契中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彼此互相扶持、勉励当中的破碎与建造。这1年来，就好像经历了生产痛苦似的，他们捧着手上那小小的一盏烛光，象征着生命当中的那一盏好像快要熄，但是却没有熄灭的烛光，一步一步的经历生产的痛苦，一步一步的走上台来，点燃圣殿的烛光。感谢主，圣经说，我们就好像临产的妇人一样。对于临产的妇人来讲，痛苦不会太久，阵痛期不会太久。上帝用他的怜悯限制了痛苦的时间啊。或许你会说，我的一生都是苦啊！我从出生我就不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我从一出生下来，我的命运就是悲惨的。然后我可能到了死，我都是悲惨的。但是那也不过就是几十年的时间而已。但是耶稣赐给我们那盏光是可以到永恒的。那个福分是没有限制的，但是我们的痛苦，因为主的怜悯，他把我们限制在有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并且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痛苦当中怀抱着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的痛苦都被上帝量过，我们肩头上的担子，上帝也都称过。每当我们安静，带着盼望，凝视圣殿的烛光，凝视耶稣这盏真光，凝视我们心里生命当中的那一个光的时候，这位和平君王小耶稣，他就躺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小耶稣的能力就在我们的心中彰显，耶稣的平安也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只有在极微小、卑微之处，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平绝对不是在呛虾，不是在这边真的脸红耳赤才能带来和平，这样是没有办法带来和平的。
只有在其微小卑微之处，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上帝虽然曾经发怒击打我们，上帝虽然曾经定义要把我们交在我们的敌人的手中，但如今，上帝要定义施恩怜悯我们，直到永远。2000多年前，有一群只为填饱肚腹、漫无目的、过一天算一天，在野地放牧羊群的牧羊人。我想耶稣的故事诞生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还有除了这些牧羊人以外，还有几位对于未来充满好奇，千里迢迢要寻找心中答案的东方博士。还有一位他赚钱赚到两手发烫的客店老板，再加上一群后知后觉坐在死荫里听见福音的人们。无论我们是处在哪种生命的状态，借由这小小的婴孩耶稣，借由这小小的看似不起眼的和平，上帝要借着这位和平，在我们生命当中展开新的创造，开创新的未来。即使环境依然令人难堪，即使我们仍然要与许多不敬虔的人一起生活，即使我们不知道台湾将迎向怎样的未来，即使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与筹算，上帝都已经介入我们的生活。耶稣就是和平，这和平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极大的黑暗中，小婴孩耶稣要在我们这看似被掳的生命渐渐成长，日渐增大。他是我们瓦器中的宝贝。天国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才能到天国。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其实也不遥远。不论是天国还是耶路撒冷，它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滋长啊。当婴孩耶稣在我们里面渐渐成长的时候，他要亲自牧养我们，他是我们的平安。我们要一同走向他，迎接他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迄地方有各样的带伫山里，面是手机固守因的用品，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灵光规律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分，因为今仔日伫大地之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就看见一个影，用布包捆伫左里的，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咧乌罗上帝讲，伫极权的位，荣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只要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各样的三角讲，当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我是
当有看见伊的妻，才来要拜伊。伫起头有道，道甲上帝三甲伊个，道就是上帝。即、个道徛伫道甲上帝头甲上帝三甲伊个。万物对道来创造，伊若是创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活命伫伊的内面，即、个活命是咱的光，光无光照伫黑暗，黑暗无遮来伊。有真光来入世间，得照万民。伊伫世间
世间对伊来创造，世间也世间毋捌伊，伊到家己的所在，也家己的人毋接纳伊。伊若接纳伊的，就是信伊名的人，伊就守事因有权称做上帝囝儿。因毋是对血气，也毋是对肉体的意思，也毋是对人的意思生的，就是对上帝。牧者的喜乐，福士的亡命，积极的稳定，永远的活命。伫这个圣诞的时，为着恁，完全欢迎的上帝、圣父、圣子甲圣神，也伫恁中间，直到永永远远。